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台湾嘅农业发展如因吹向新希望同新可能，有一只经营团队，伊能用10年的时间来研究新品种嘅高丽菜，安尼从大会派的天气也种得出品质唔会输本高产嘅高丽菜。另外，伊能每同农民合作，由内通嘅控制生产面积同产量，透过高品质、大产量、加思路时的维持喺一定的水准，安尼保障农民嘅产业，因来自家也赚钱。罗粉生王训用带俺哋去看平地生产嘅新品种高丽菜，韩国伊能用嚟打造品牌。天空嘅高丽菜又青又长，倒入去还有香香那个香，两系彰化20嘅甜 Q， 按块嘅草原度，供应拢有自家嘅噱头。夫妻国家阿姨清淡用菜刀同高丽菜切落来，而下那有人刷定装箱，见通作当夹无结球又铺上，太难人喺夫妻同意上嘅高丽菜徛上拖拉骨。农民利用冬夏头寒冬时期种高丽菜，去年同2020开始实行，因为跟同经营团队合作种新品种高丽菜，唔单想提升经济收入，也充分利用到空窗期嘅农地。因为因为农民大家足艰苦嘅安尼，你找无啥人好种安尼，拄这回有迄个说出嘅农场安尼去到遐安尼。来跟阮合约安尼，阮有担保的利润安尼。你要是饲料，他讲要去弄好饲料掉啦，哎呀，然后一般那个玻璃菜冇供应啦，用版冇供应。其实个样普通的一田的玻璃菜係硬壳壳的吼，你係用嘅咱從比高山的行較嘅樣較脆啦。了就位农民所講嘅高品質高麗菜，我係成個適當槍，個向上擺看下那，同一般嘅無乜嘅相款係尖嘅，當到消費者嘅腦度，你係高山種嘅高麗菜，其實你係一個經營團隊所研發嘅新品種，同時都種地開發就是一種。伊咧甲我講，這水是尖嘅呢，我是講山的，那這山這尖，恁邊那尖安尼我是講。嘛，驚唔敢種啦！拄這舊年度新曆9月28，叫我種假對安尼，種到種假對。了後到40天就看尖落啊！再個我個加種一批，都要3假外安尼。我哋俩日傾菜農佢都講，下年來研究品牌來做下年這個食起來口感較好嘅、較甜嘅，像高山嘅安尼。兩個新品種高麗菜嘅育苗中心，合作農民所種嘅高麗菜樣弄土量點出來，工作人員為照樣嘅態勢來發酵，等樣生到一定長土了後，將個交本農民去種，看下過去幾片長油油，當有生命力。天氣嘅問題較大啦。過來佢種愛種愛管較大啦，較袂久啦。了解五色嘅盤，沒有做靠企力也係頭，有一點高麗菜樣，規劃機械化作業，是嚟確保精準同效率。呢部分咯，佢都先填土了，佢打空了，佢當。沙子落去，咁樣機械做嘅，機械沙子落去，個第三部分都冚土落去，安尼都完成嘅。呢種刺痛點研機，一點鐘是嚟完成600盤，乃高麗菜品種運巡研究，經營團隊講排泄必須保密，因為你係見10年來嘅成果，另外更要控制產量，將使得維持優勢。從期來因為菜咩大概種嘅是大家都種到按度都加45加45嘅時，特產冇收成，冇賺錢，都
都种唔落去的。所以慢慢，我来做的都是做品牌落去吼，驾驶才会稳啊。为了经营品牌，产销团队同农民合作，团队负责头前嘅采样同后背嘅销售，农民再单纯做件青菜行街。佢旁邊啊，佢春場佢開咗出來，嗱咧農民那個樣嘅合作吼，而家睇下配合會多啦。但少啦，嗰度人哋都看唔出少啦，唔是煩惱啊。即陣那邊過去攏真罕咧種，啊你種都無成本，都無人愛種啊。唔過熱切，弄個招幾天來，招眼定呢，吼幾天，吼留勤來做，吼我落幾多配。變都變到弱嘅，冇講啊變超過我都為了高麗菜愛醬啊弱嘅噴動多，嚇，佢哋都冇乜接受。品牌建立冇簡單，愛無快兩下班，所以經營團隊對農藥同配料嘅使用貼片嚴格，天后呢條同菜生強下嘅錯。還有一條高麗菜盒搬從嚴格嘅分析，就會管控嘅界面。大部分全部控差唔多啦，啊是用皮料咧落嘅啲就都開始有收漲啦。你落嘅有幾皮嘅條啦吼，你用對啊用濕啲開濕路吼嘅條要開有較好啦。啊入嘅幾也唔好講係用細糊啊。我们农民就已经有跟他谈好，他应该用什么的用药，管制使用用药，但是我们还是不放心，因为我们责任保证，希望我们出去的产品是安全使用范围之内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再自己做一次这样的检测，这样的话对消费者的使用，我们有一个责任的保证。產品出貨前必須送到檢驗室。工作人員會先用不鏽鋼工具切落一束束嘅高麗菜葉，再將辣椒葉切到柔柔，放入試管。呢個時節點要起子，用剪筒器剪筒試管大約20秒，伴吹刺水均勻，將實際進行下一個動作。雖然導出檢驗過程會增加成本，不過團隊認為你係打造品牌同運輸經驗是唔得少嘅關鍵。这个都会增加成本，但是一样的，相对你的成本增加了，但是如果你创造出更高的附加价值，其实对消费者、对农民、对我们都是有利的。雲林西路高菜市場係目前台灣生態界青菜交易中心。高麗菜團隊除了建立品牌，也控制產量，因為要高品質做辨別產。佢透過維持市場上1/10嘅產量，自然價市就是嚟維持到一定嘅水準。對去年雙十以來，賣價攏實在係一般高麗菜嘅2倍。我哋有法度去挑戰講市面上嘅產量要幾多，我哋攞去種。我哋冇黑白標嘅種嘅本，唔係黑白冇買種嘅本種。我哋愛種，我都當人合作攞去種都做得嚟。即個初秋嘅時候2塊3啊呢，伊啊發6塊，最低6塊安尼啦，啊有發到6塊外安尼，所以比較價值吼差差不多2、3塊外元嘅左右啊。以後嘅問題你就市場嘅大家身上揸吼，伊咧包裝嘅條啦。控制高麗菜產量嘅另外一種方式，就係tìm適當嘅替來種。主要利用農田冬夏時頭寒冬期，也考量氣候因素。農田嘅是因地嘅低海拔和做得啦，按種熱田咯，熱田低海拔咪種啊，我哋無好就種講熱田嘅時，我都較中海拔種。哦，那山時攏拄到迄個16、17個喺中間，哦，新曆6、7個遐靠風台期哦。因迄個價錢足好安尼，咱面對遮吼，所以就價錢誠低。啊，主要只會做高品質的來，啊，增加咱即個產量懸，哦，啊，個價錢較好安尼，
来跟阮合作安尼，所以阮的利润就会到大家升高安尼。普遍源头透过管控，本品质同产量达到要求，姊妹爱出货前也用心。经营团队同高丽菜转做国家青菜的包装，才收将来嘅高丽菜，经过同菜盒剥皮，还要透过一条高墙了后，用一个细塑胶袋包起来，安尼送到市场了后，卖相自然是得加分。你田间采收的时候，我们先做一次基本的筛选，然后到了这边，我们再重新做一个品牌的筛选包装，这是一种筛选的责任的一个方式。然后我这样的话，可以保证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呢，它绝对是好的。虽然增加一条噱头，而家高丽菜就会多出几克嘅成本，不过经营团队认为你系得得解。这就是我们要创造、建立出一个品牌，跟别人不一样，最基本应该做好的责任，把这个产品的经济效益跟附加价值，把它做一个区隔。一粒的成本多了大概5到6块钱，但是这个是消费者他绝对能够接受的成本。我们也是希望说达到3赢的状态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农户能够增加他的收益。第二个，我们通路也获利，消费者能够吃到更好的产品。高品质嘅高丽菜，青草先是在释出本身嘅鲜甜，当然还是在做其他嘅变化，像搭配沙西米，释出无穷款嘅口感，加入米索锅增加甜味，切柚丝转做铁盘看酱，加入香菇鸡汤，配色又加出盐味。放入炒盘底摆，其他一般嘅包麦，菜光也是拿来转做将下送嘅色色，也系卤做泡菜同肉姜下炒，也系好食到讲唔得。白菜吼，当酱哦，色吼，你炒嘛当好炒啊，一下就熟诶，食起来吼，当甜当脆啊，唔好比这个离山哈较难嘛哈，较贵唔怕我拖人家食到清好的菜，嗰个菜哈，就要符合嗰啲条件嗰啲，就我想用。当嘅人食到当好食人都当到渐的都喺高山的，其实唔爱呢，那讲而家地讲，人哋厉害，那都种到安好食的高丽菜啊，安尼。目前种呢种高丽菜嘅农民有60-70家，总面积大约40公顷左右，农分布到中埔嘅种地开发区，经同经营团队合作，由内同嘅规划生产面积，本县嘅供应市场无超量。该些农村靠人种乜嘅好菜就来种乜嘅方式，卖价也达到预期，农民权益因为安尼得到保障。安尼嘅产销方式，除了为新品种高丽菜创造新嘅机会，也为其他农业发展带来新嘅可能。